后来继续来看这个佩洛西访问台湾，引起着中国强烈的不满。进前因的骇客骇入咱的便利超商，甲火车头的扛棒来宣示主权。昨暝佫侵入到台湾大学的网站，来写讲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讲经过一暝，台湾大学的网站也未修理好势。中国的骇客组织伫昨来宣布讲，将要暂时停止对台湾的攻击。也毋过，伊嘛来强调讲，目前掌握台湾超过20万台的联网的设备，随时拢会当摄入咱的政府重要的资料。点开台湾大学教育处网站，方面竟然写世界上敢有一个中国，旁边的选课区刑事了嘛是。教育处网站甚至变一张图拢袂当试，就含便利超商的电视、火车头车帮的荧幕，全部换做中国宣示主权的标语。不过这摆含台网站拢叫骇客侵入，经过一暝无法度修理，确实有影互民众会心惊惊。有点可怕吧，而且都那种。像台大的校网也有被害了，都是应该很严密的地方都被害了进去。只能先加强自己的那个自身那个网站的一些密码、一个安全一些设定。当时中国骇客组织 APT27，嘛讲已经甲警政署、交通部、台电、总统府含真侪国家民营机构进行攻击。Also announced some Taiwanese equipment 0 day in this government leaked data. We hereby warn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that this action is just for physical activity. We still have more than 200,000 Taiwanese connected devices in our hands. 不过，叫骇客点名的警政署发声明回应，即马勤务系统的服务拢真正常，无发现资料泄露出去，嘛继续监控系统，确保民众的个人资料安全。不过，亲像这种网络攻击，到底免做防？他们是透过 Zero Day 的攻击方式，如果是的话，那就是。我刚才讲的，可以透过比如说原始码社群协作的方式，请可能国内业内的比较专业的人才来做帮忙去做修补。资讯前来上惊网络的中毒，平常时嘛是爱做好治安的防护，安尼骇客才会侵入咱的电脑。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